金轮车站是我们南回最繁荣的一个车站，也是我们台湾最后的电气化的路线。它这个火车站啊，我的记忆在小时候，这个就是以前我们的沙滩啊。然后因为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地方能够有一个交通设施，所以他就盖了一个火车站。其实金轮大桥那时候在盖的时候，大家都以为金轮完蛋了，会没落，也就是说大家咻过去就没有了。但火车把我们救起来了，我们就想说要救我们的金轮啊，所以大家就讨论让客人从火车站下车，能够进来部落里面，深度了解我们的人文。我先注意的祈福仪式做完之后，麻烦各位跨过芒草。到这个车站之后，我们会带游客们来走读我们这个部落，因为我们这个部落的文化上的话，它是族群融合的非常多元的一个文化，包含了上面一座天主堂，而且那座天主教堂它特色就是族群融合的一座教堂，而且我们一般俗称的黑教堂也是在这里。开始天主堂好像来这边的比较早了。天主教对金轮来说是一个包容吧，没有排斥了，他什么宗教都可以，他没有说你是其他宗教，我们就不接受你。听阮长辈咧讲吼，差不多伫40几年前，吼，咱河洛人来到这个所在的时阵，拄啊开始的时阵是像长华啊迄种细间的土地公，到阮做囡仔的时阵就已经起好啊，所以讲族群融合，阮慢慢去建议，有一半以上拢是阮在庄的原住民，拢有野香，参咱河洛人做伙去车城遐去进修。这边旁边是火车站近，哦，它近，然后就进来，然后进来也不会很无聊，它很多吃的。我们的臭豆腐，比起臭豆腐，应该臭豆腐本身都一样啦，只是说你的配料，因为我比较注重就是泡菜的口感，所以说我一直很坚持一定要用山上的，哦，这很重要了，对我来讲。对，然后像我的煎饼也是啊。这个刺葱山上真的很多，就是山上太多了，然后我就想一想说，我拿来做煎饼，那是天上给我的礼物，我也不用本钱的，所以人家来这边一定要找我这边。因为我们原住民部落它的主食就是小米，我们就想说把这个东西加进去，然后变成原住民特色的一个点心。它的口感就是带一点麻糬，就是越嚼越有甜味，就会慢慢的出来这样。像我们这边的游客都是高雄、台南比较多，因为他们可以一天的来回来吃点心，然后泡汤，然后就可以回程，一天的旅程就是这样。跟阮遮吼的温泉区吼，差不多10几年、20年才开始的，吼人就慢慢开始坐起来。主要人会渐渐啊来遮泡温泉，就是讲。伊是较罕见的迄个江水温泉，哦，矿物质含量特别丰富。这内底吼是一般的自来水啦，吼，所以你看，这个电火入去吼，这电火就袂倒啊，吼，咱来看这边，吼，哦，这是温泉水，吼，你看，这电火就随倒啊，吼，这就表示讲吼，这个内底吼，伊的矿物质含量吼特别多。泡了吼，元气饱，皮肤水当当、幼咪咪安尼。其实我很希望金轮能够是一个大家愿意留下来的部落，大家来到这边一样能够跟我们族人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啊，让大家在一起，抱在一起。